咁多人，可唔可以再多啲？大家對於補習天王賺大錢嘅9展模擬考試、會展模擬考試有咩睇法呢？咁多人去考份 mock，但係補習天王根本就冇 qualified 嘅 marker 去改佢哋啲卷，所以佢哋個 grade 根本就係唔準確、唔 reliable，所以考嚟都冇乜用。出邊報嗰啲 mock 咧，佢啲卷咧本身都唔準，所以咧最尾咧拉個 curve 出嚟咧，應該都唔會準嘅。師姐話咧，嗰啲9展 mock 同埋會展 mock 咧，其實係俾啲補習天王攞嚟影相嘅。咁佢哋喺唔喺度影咧？其實啲學生係好難做卷嘅，同埋咧佢哋都冇時間去俾啲學生去食 lunch 啊，或者去廁所咁樣。你話團購幾十個人先減得嗰百幾蚊，咪又係嗰啲僆仔貪小便宜？你話益佢哋嘅，其實咪又係你哋補習天王賺最多，卷唔準有屁用咩？補習天王日日話貼中剝卷，又唔見出嚟百幾個5星星，有咩用啫？就係話喺會展9展考剝，其實係咪俾你賺錢去旅行、去坐商務、揸跑車咩？成千幾萬人考個剝，改得切先算啦。只要我哋時刻都咁精明，騙徒就無所遁形。以上呢批學生挑通眼眉，當中有2026、2027 5星星，甚至乎滿分全港第一成績嘅學生，佢哋所講嘅嘢同 IG Threads 有人爆出嚟關於補習天王呃錢嘅內容不謀而合。補習天王為咗喺模擬考試入邊賺大錢，由幾百萬去到千幾萬不等，佢哋嘅 marketing 做得非常之好。不過好可惜，佢哋份模擬考試試卷嘅質素參差不齊。啲補習天王話會展同埋9展嘅剝，佢哋人數係最多，拉 curve 亦都係最準。但係實質上如果份卷其實冇質量嘅話，咁其實呢個拉 curve 係冇意義。哇！你個剝猛咁 sell 會展9展，但係你個剝都唔 Q 準嘅，咁 sell 會展9展又出咩？我作為全港最高5星星率，我嘅模擬考試每年貼中題目，我交出乜嘢叫做模擬考試嘅典範，大家參考一下。睇睇我哋嘅模擬考試5星星眾生相啦！呢4位報考我哋模擬考試嘅同學放榜之後，發現到佢哋4個都攞到5星星嘅成績，3個報讀港大醫科，1個報讀港大心理學。當中有作文42分滿分全港第一，41分全港第二，同埋作文40分全港第3嘅成績。4個男拔攞到總分5星星，後邊仲有2個5星星，一個讀咗港大教育，另外一個讀咗中大 IBBA。呢個 Paul Boys 嘅男仔作文41分，係全港第2嘅作文成績。呢6位5星星狀元嘅右手邊出現咗一個超級狀元 Straight 5星星嘅學生 Milton， 嚟自匯基東九龍，佢讀咗中大嘅環球商業。同一個考場嘅左上角有第2個 Straight 5星星嘅超級狀元，佢係嚟自聖心嘅思辰同學。佢唔單止 Straight 5星星，佢 Speaking 攞到56分，全港第1嘅成績。會場中間位置有 Martin 嚟自黃笏南，都係攞到5星星嘅成績，入咗去中大法律。你會話唔係，可能本身啲學生勁呢，唔關個補習老師事，唔關個 mock exam 事嘅。你睇下啲真績 ，Matthew 同學背咗彭定康，攞到滿分，全港第1 42分成績。Aaron 同學都係寫咗彭定康，攞到41分，全港第2嘅成績。Arthur 同學都係寫咗彭定康，攞到40分，全港第3名嘅成績。即係 DSE 頭3甲狀元都係靠背文攞到滿分最頂尖嘅成績，佢哋就係背呢一份 model essay 噶啦。你覺得我哋嘅模擬考試係咪全港最好呢？作為全港最有公信力嘅模擬考試 ，DSE 最近呢幾年各分卷嘅滿分全港第1成績都係由我哋嚟壟斷嘅。與其喺網上面打嘴炮，話你個模擬考試好啲，佢好啲，我好啲，不如好似我咁交出實質證據，講你份模擬考試貼中咗啲乜嘢，令到學生背熟咗你份模擬考試試卷之後呢，入到考場一齊寫同一樣嘅嘢，一齊攞到滿分嘅全港第1成績。讀得我劉 Sir 班嘅唔係資助合格，而係希望可以攞5星星。記住，冇人想知你識乜，淨係想知道你攞幾多分，所以一定要記得我啲 tips， 知道個考試點玩。大學個位就係你哋噶啦，我哋而家即刻上堂 ，OK？ 我嘅最高5星星率、最高5加率、滿分全港第1御用嘅模擬考試，1月31號星期6舉行，記住盡快報名。喺 YouTube 我有40幾條影片，係關於我 DSE 模擬考試每年點樣喺各分卷貼中題目同埋答案，最尾學生攞到滿分全港第1嘅成績，大家可以隨便參考。啲補習天王成日話自己係會展剝9展剝最多人考，可以感受考試現場氣氛，又話自己行雙碼卡制度，加埋 AI 幫你改卷會可信啲，仲話自己開埋剝嘅解卷班，有埋天書俾你睇。但係最根本嘅問題係乜嘢？係佢份剝卷根本上唔準啊嘛！如果準嘅話，佢好容易交出簡單嘅證據證明自己有大量5星星滿分學生啦。佢哋每年教幾多學生，有幾多個5星星，完全唔敢講㗎。點解啊？唯一嘅解釋就係佢哋個5星星率係低於常態分佈，根本就唔見得人。啲模擬考試根本上為咗賺錢呃人嘅。